赵老、钱老，这里面到底是谁啊？他凭什么值得当今全球3大顶尖世家旗帜？甚至奶奶命悬一线都要过来。闭嘴！尊上乃是不可言传、不可名状的存在，再敢胡言，老夫杀了你！无知！别说你奶奶还没死，就算死了，那又如何？恒古长今，悠悠岁月，万事万物皆在尊上弹指一念之间。不可能，这世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物？恭迎尊上。李家为何没到？尊上，李慈山重病，李家孙女李有容说会亲自前来，但一直联系不上。这些年，我等谨遵尊上之令，一直暗中扶持李家。目前，李家距离超然世家仅有1步之遥。昔年，李家小子还是8岁稚子，心思纯善。偶有一次，他痴缠许久，以此为信物，说将来要有孙女，定要嫁于本尊。看来现今是本尊履行诺言的时候了，顺便帮其续命。不过是与孩童的玩笑之言，尊上何必当真？君子重诺，何况本尊只在世间游历10年，便会再次选择沉睡，多体验一番别样生活，也有几分趣味。李家孙女儿哪里配得上尊上？纵使10年，也是绝顶的权柄，破天的富贵。李家之事，关系到神庭是否顺利重开，此事不必在意。你给李家孙女备一份大礼，择日本尊亲自解决此事。是，老奴会准备万亿注资，协助李家晋升超然世家。什么？大夏首富钱财神要向我注资1万亿？好的，知道了，马上预定回京机票啊！小姐，老太爷不是说今天必须去陵园见他给你选的未婚夫吗？没必要，钱家注资1万亿，全球第4家族晋升超然，非我李家莫属。一个未婚夫而已，他已经配不上如今的我。李家之事先就这样，权财色名能归位即可。都起来，先说说这些年来你们的成就吧。尊上，这50年，老奴已掌控至高权力，这是神令，可调大夏神龙军100万。不错。尊上，老奴这些年整合天下财富，这张卡额度10万亿，全球通用。很好，谢尊上。我奶奶油尽灯枯，孙家之事可有我？尊上，这是孙若雪，当代神女，掌神女符，凭此符天下知名美色，需以奴婢身份任尊上调遣，她负责侍奉尊上左右，熟悉如今天地。如此，老奴就可安息。奶奶，现世了！不，奶奶，你逼死了我奶奶！如果不是奶奶非要千里迢迢来见你，她根本不会死。蠢货！是孙清柔自己时辰已到，能伺候尊上是莫大殊荣。你一个小辈懂什么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奶奶死了，我想要奶奶活着，是她害死了奶奶。为了那狗屁的规矩，丢了奶奶的命。复活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复活？别胡说八道！生死轮回是天道，难不成你还能复活我奶奶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神仙吗？爸，孙家时候未到，便再与你一甲子吧。奶奶，真活了！死而复生，是神迹啊！
对尊上不敬，跪下！谢尊上抬爱，家门不幸，老奴无颜面对尊上，请尊上责罚。奴婢大罪，请尊上责罚。孙家降为末代。是。多谢尊上。通知下去，准备神庭出世。是。孙若雪，走，带我去换套衣服。尊上，奶奶传来消息，重开神庭已在筹备，还需要3天时间。这期间，奴婢带您先熟悉这世界的变化。不必，李家那小子性命危矣，先去看看，顺便处理婚约之事。你联系李家孙女吧。是。李小姐，我家主人便是手持玉佩之人。这次，玉佩，正好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主人是谁。10分钟，来李氏总部，过时不候。大胆！你，尊上，这无妨，蝼蚁怎可关天？与之置气，没有必要。送本尊过去吧，正好看看李氏发展到何种程度，是否担得起神庭4大天王之名。是，尊上。李家，这是疯了吗？这就是我家小姐那个所谓的未婚夫吧？你就是我家小姐那个未婚夫吧？未婚夫，算是吧。我家小姐说了，你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，只要同意解除婚约，条件随便提。放肆！放肆！此乃尊上，万人之上。解除婚约，是你家小姐说了能算的。切，懒得跟你废话。那请这位尊上快点签完解除婚约的文件，早点回家洗洗睡，梦里什么都有。找死！你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在我李家的地盘打我李家的人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？啊，小姐，你就是我那未婚夫。凌渊，我是故意不去见你，本想你能知难而退，没想到却用这种可笑的手段让我露面，幼稚！你便是李氏嫡孙女？没错，是我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们今天把话说清楚。婚约我不接受，我希望你跪下给潇潇道歉，然后马上滚出京城！大胆！以下犯上，找死！你可知尊上是何身份？那你可知我家小姐的身份？哦，说来听听。李氏集团现任董事长且唯一继承人，神女会成员，京城周家嫡孙，是我家小姐的疯狂追求者。而且明日小姐奶奶的大寿上，大夏首富钱家更是。潇潇，你跟他说这些做什么？他能听懂吗？无知，没有尊上，何来李家今日？你怎么不说手握神令、执掌百万神龙军的天权战神赵家，还有大夏首富掌控全球资本的钱家，他们能有今日，也是因为你主人。的确如此。潇潇，不必多费什么口舌。他们要是真有实力，会从未在上流阶层出现过吗？除了神庭3天王，其余人哪有跪地觐见尊上的机会？今天是你们毕生荣幸之时。钱家，昔年本尊与他们祖爷爷相遇时，他的确还是一个幼童。行了，别吹了。一直纠缠我，不就是想要钱？只要你在解除婚约的文件上签字，这10亿就是你的了。我想，
这辈子你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区区10亿，本尊看不上。10个亿还看不上？难不成你真想和本小姐结婚，当我李氏集团的男主人不成？呸！痴心妄想！无知，你们引以为傲的身份地位，存在或者覆灭，只是尊上一念之间罢了。李家小姐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很好，你们已经成功消耗了我全部的耐心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1分钱你们都别想拿到。至于后悔，我先就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拦住他们！是签字下跪道歉，还是我让人打断你们的双腿，然后再下跪道歉？婚约就此作废即可，签字就罢了。这张纸承载不了本尊的名字，承载不了，笑话。不就是担心白纸黑字，彻底失去了敲李家竹杠的机会？这就是小姐的追求者之一，周星辰，周少。李小姐，恭喜！钱首富向你注资1万亿，有了钱家的人脉和资金做靠山，李氏必定能成功晋升超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出了不少力哦。真的？我说钱家怎么会突然联系我？原来是你，周少。没想到你还有这层关系，之前怎么从未听你说过？家里的长辈让我在外面要低调。钱家，你听过吗？你这种底层人不懂这2个字的含义。笑话！居然还冒领功劳！这万亿投资分明是尊上吩咐，你胡乱干预，敢让尊上签字，就不怕你还有李家气运反噬，家破人亡？我李家长慈，替天行道，声名显赫，行善积德无数，就算是天道也得给我让行。叶北，签字。李家长慈，却目中无人。本尊签字之日，就是你李家被天道反噬，家破人亡之时。这因果，你可想好了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天道吗？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天道不如本尊。我呸！您可真会吹，还不如你干脆当玉皇大帝算了。今天倒是要看看清楚，你签个字，到底怎么让我李家被天道反噬？没想到，李慈山一生忠孝，却生出你这样不忠不孝的后代。罢了，都是你李家的命。你敢辱我！这真的是天谴！李家长慈，却目中无人，天道厌弃，休！尊上。真的是天谴！怎么可能有天谴？绝对是巧合！修，你敢修我？你凭什么修我？你也配？给我改掉，说我看不上你！这不过是个开始，往后你们李家等着坠入深渊吧！还在口出狂言，今天咄咄逼人，我与你们不死不休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，送进精神病院！怎么了，小姐？公司2个工地仓库起火，里面的货物全烧了，我们集团股票狂跌，如今距离破产只有1步之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姐，你快回来啊！李老爷子出事了，医生来电说他忽然双目泣血，已经半只脚踏入棺材板，正在抢救了。难道真的是天谴？不对，如果真是天谴，
我怎么没事？小姐，你的手。我的手怎么会这样？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亵渎尊上，此乃天谴。不可能的！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？怎么不可能？刚才不是说了，你们李家背信弃义，已被尊上亲手划去名字，从此世间不再有你李家。你他妈别在这妖言惑众！你这么一个下等货色，也敢？孙晨，你那混蛋对我做了什么？突然身体好难受。小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家主正在被抢救，必须马上过去啊！是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对本少动手，我要他死！我爷爷出事了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我家里现在有全球最顶级的医生，正好可以帮我们检查一下。好，等我归来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爷爷，我交代你的事情，办得怎么样了？你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。好，明日寿宴他也会来，到时你一定不能怠慢了啊！寿宴结束后，你就跟他走吧。爷爷，您放心好了，这事儿我心里有数的。对了，爷爷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钱财神钱首富注资我的基金1万亿呢。钱家呀，好，一定是他出手了。明日我要当面感谢尊。李家现在是我掌权，我希望你清楚效忠的是谁。下一次，若是再让老爷子联系外面，你的下场如何，我想你也清楚。是，李小姐。有容，你爷爷情况怎么样？还行，救过来了，不过现在已经睡了。你的手？只是细菌感染而已，肯定是叶北耍了什么手段。下次见到我，绝对不会放过那个畜生。爷爷邀请那家伙明天来寿宴，那不是正好？刚才让他跑了，这次只要他敢来，就要让他狠狠付出代价。尊上，李慈山已经油尽灯枯了，刚才传来消息，想在死前求见尊上一面。李家小子，他一直尽心尽力为尊上做事，可惜身体出了问题，寻遍全球名医也无济于事。本来尊上可解，但他孙女……无妨，本尊长生万万载，体验的就是人生百态，否则那多无趣。告诉那小子，就在明日他夫人寿宴上见吧。是。尊上，奴婢可否问一句，之前您对周星辰做了什么吗？本尊什么都没有做。啊，那为何？只是他无法承受本尊的目光罢了，会折寿30年。不愧是尊上。奶奶，他就是我那未婚夫。哦，我去会会他们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见到长辈也不知道打招呼，比起星辰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没教养的人是你才对，尊上亲临，你还不跪下？
下跪就不必了，务须多生枝节。今日只是来了却于李家小子的因果，这是一份小礼物，长生丹可续命10年。本想直接给李慈山，既然他没到，那你们帮忙转交一下吧。延寿10年，当别人3岁小孩，这不就是一颗巧克力糖豆吗？我呸！送不起寿礼就别来，拿这种哄小孩的玩意儿糊弄老太君。饭店里一抓一大把，说他可以续命10年。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不干脆说吃完直接成仙？丢人现眼，无敬长辈，竟还敢招摇撞骗！今日寿宴，京城名流齐聚，这是何等场面！拿一颗巧克力糖豆来此作秀，只会让我更加看低你。哼，返老还童，续命10年，这话说出来，你自己不觉得羞耻吗？也罢，可惜李慈山聪慧一世，但后代家人却如此。看来李家命该如此。还在吹，李家的命用得着你来决定？就是这。枯木逢春，这延年益寿丹是真的，还有这奇效。丹药可延寿10年，那这3颗果实岂不是也是延年益寿的灵药？真有这么神奇？快把它搬进宴会厅！灵药，这是奇迹啊！我呸！这种把戏你们也信？不过是一个小魔术罢了，我都看腻了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延年益寿的灵药？要有这手段，人类早就实现永生了。这叶北肯定是在骗人。的确如此，这叶北一直喜欢装神弄鬼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。他要真这么厉害，爷爷不会现在还躺在医院里。够了，本来看在老头子的面子上，打算给你一条活路，没想到你们这般不识好歹，三番2次戏弄我。那好，今天就都别想走了。来人，把他们制服！本想了却因果便走，好让你这寿宴可以正常举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李慈山10分钟内过来吧。给我更衣，我要。老爷子，你现在身体状态不允许。李家尸位何在？听候家主吩咐。立刻出发，前往寿宴。我要去面见尊上。狂妄！我爷爷的名字也是你配直呼的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是废物吗？赶紧起来，给我打断他双腿，让他给我跪在宴会厅门口认错。让主人跪下，你应该问问李慈山有这个胆子吗？没大没小，小畜生，你也想死？若雪，掌嘴。是主人，嘴贱可是要付出代价。掌嘴，给你100个胆子，你可敢？奶奶，别说100个，就是1万个，他也不敢对您。奶奶，今天是我奶奶的寿宴，你胆敢动手，你们必死！再敢满嘴喷肺，就不是掌嘴这么简单了。有容，快喊人，我要让他们死无全尸！老太君，哪里用得着您动手？有我就足够了。李老夫人，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天权战神私宴邀请函。天权战神，大夏传说中一人镇压16国，统帅100万神龙军的天权战神赵天权。没错，这邀请函可是我花费了极大代价弄到的。若是能跟天权战神说上话，搭上线，李家必定会更进一步。什么天权战神赵天权，昨日在尊上面前，不也一样吓得瑟瑟发抖？太好了，星辰，幸好有你，只有你才能与有容相配。看到了吗？我李家背后还有天权战神，
日后只会一步登天。你刚才竟敢对我动手！哈哈，李老夫人也不能这么说。这位世外高人如此猖狂，说不定有更高级的邀请函呢。邀请函本尊倒是没有，不过令牌倒是有一个。这令牌好眼熟，这是能号令百万大夏神龙军的神令。没错，这可是赵天权跪下求尊上收下的。神令一出，号令百万神龙军，整个大夏皆在尊上掌控之中。不值一提，送你玩了。谢尊上。得神令者得天下，这可是至高无上的宝贝，叶北怎么可能有这个宝贝？这废物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还就这么送人了？这东西我李家要是得到，就是一步登天。神令，哈哈哈哈，笑死老子了！你把我当傻逼呢？你这要是神令，我倒得吃屎！什么？这不是神令？当然，老太君，这绝对不是什么神令，那东西除了天权战神，谁配拥有？小子，牛逼呀！连神令都敢仿冒，你就不怕死吗？也是，叶北这废物就是个下等傻子，毫无背景，怎么可能配得到这神令？好，好，好，小子，你的胆子，老子佩服。满嘴大话，爷爷也不知道是哪里看中了你。你敢造假神令，这事传出，你会死无全尸。世间蠢货滑稽小丑，却不知自己已在取死之道。尊上勿要为这些小人动怒，你们这些蠢货根本看不懂。尊上所说本就是事实，这神令是货真价实的正品，那天权战神面对尊上也得跪地俯首。放肆！真品，拿来吧你！你敢？神令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损害，你周家就此全部灭族！灭族？就这假货？好啊，老子现在就揭穿骗局！我倒是要看看这假东西到底是怎么让我周家灭族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龙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夏不过尔尔。赵天权已老，换做以前，我们可能会怕，但现在让他滚出来受死！大夏境内神明尽行。看来当年你们的父辈的教训，这么快就被忘了啊！赵天权不是老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年轻？返老还童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是神迹，日后大夏只怕没机会了。神令受辱，有人对尊上不敬！百万神龙军听着，尊上有令，随我入京。钱总，私人飞机航行已经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动身。好，这是神令化龙，何人找此？胆敢对尊上不敬，立刻出发入京。尊上回归，你们作为神女会最有天赋、姿色最出众的8人，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迎接尊上。神龙震怒，遨游四海，这是有人敢对尊上不敬，全部停下，立刻动身进京。哈哈哈！大家别怕，这些只不过是这家伙的戏法而已，糊弄谁呢？没错，障眼法而已。装神弄鬼，如果真是神令，这么容易就碎，明显就是假的。这回我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？神令碎，你们皆已染上因果，此事这才开始。笑死人了！神令都碎了，还特妈的因果，真当我们是傻子？真这么厉害？倒是让因果来啊！闭嘴！你
你还敢出言不逊？神令洞3大世家主必定会在第一时间赶来，你死定了！还3大家主，你甚至都不配提他们的名字。今天你大放厥词，得罪这么多人，必死无疑。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老子亲自动手，爆了他的狗头！对本尊动手，你也配？老子不配！笑话，去死吧！星辰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家即将进入超然氏族，其地位超然，就算家主病重，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那小子是谁呀？胆子可真大呀，竟然坐在主位上。当真是无知无畏啊！也该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。星辰跟李家有容关系还不错啊，老夫想要促进2人联姻，与传说中的神庭搭上关系。这次机会，还向2位成全。届时，我们周家必定有厚礼相报。那是当然，我定当支持周家。不过周老，那个跪着的人好像是你儿子。的确是星辰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混账！有人敢动我周家人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居然敢坐在主位？你知道那代表着什么？各位，今天谁要是将他制服，我代表李家基金送上至少价值1000亿的合同，并且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哪怕出了任何状况，也由李家全权负责。尊上，按照你的想法做即可。是。我代表神女会现在宣布，废除李有容会员身份，并且代表神女会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神女可是我老友，她可知这事？帮我处理掉。闭嘴！废物！大庭广众之下在这里下跪，你这是丢我们周家的脸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弄出去！李夫人，犬子无能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星辰不是一直在追求有容吗？现在你要是能镇压那个狂徒，我同意让有容跟星辰发展。我听奶奶的。年轻人的恋爱的事情，任自然而然吧。我先来收拾这个女人。收拾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狂妄无知，会几手功夫就以为天下无敌了？你代表神女会是吧？冒充神女会办事，其后果你可知？没错，年轻人，你这浑身上下只有嘴最硬，你怎么不直接说你就是神女本人？她的确就是神女。哈哈，小子，你是老夫见过最能装的。给你一句忠告：无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愚蠢。是吗？神女会乃是全球第3大家族掌门人孙清柔家家主亲自担任，当代神女更是绝色无双，露面时虽带有面纱，但老夫有幸见过。这人本来就没脸，被我退婚之后死缠烂打，今天更是破坏我奶奶的寿宴，简直就是无耻至极。没错，小畜生真的该死！出言不逊，当真找死！没有主人，不会有你们李家今日。吹这些有意思吗？真是你主人给的，那你们倒是拿回去啊！拿走李家一切，10分钟足矣。哼，10分钟，也就5分钟吧。哈哈，有意思。不知道我们王家能挺几分钟？哈哈哈哈！有什么手段，就拿出来用用。光说不练，不觉得丢人？我徐家掌握数千亿资产，按照你这口气，不会坚持不了3分钟吧？
徐家，1分钟就行。弹指50载，这世间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若雪，你就成全他们吧，看看谁先来。你们谁先来？哼，大言不惭！来来来，让我看看，1分钟内你怎么让我徐家完蛋？靠嘴吗？我估计用不了1分钟。1分钟内，让京城徐广林徐家化为乌有。哈哈哈哈！就凭这个电话，刚才都不一定接通了。接电话啊，说不定是你徐家出问题了。你唬我呀？这才30秒。徐总，不好了！刚才公司所有的财务账户全部都被冻结，1分钱都动不了，股市更是被狙击。如果没办法动用现金，马上就会破产。怎么会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股票直接跌到了0.001。徐家主，你可千万别被这2人给骗了，一个电话而已，说明什么？现在的诈骗手段，弄这样一个电话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多谢李小姐提醒，玩这种小把戏不嫌丢人？小把戏，自己不会看一下股票？死到临头还在死鸭子嘴硬。那好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把我的股票价值清空。各位，来帮我看看，目前我们徐家的股票价值多少？这是老徐，你是不是点错了？都说了，徐家已经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你干的？现在是白天，美股经常出现技术性维护，停牌为0，再正常不过。这一切不过只是巧合罢了，根本没有必要跟这2人多费口舌，直接动手就行。没错。不知死活。不知死活的是你，我看你能演多久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丢人了。这家伙本来是我爷爷给我定下的未婚夫。什么？未婚夫？经正一下，现在的你连当丫鬟的资格都没有。懒得与你争辩，这便是我爷爷与那混蛋定下婚约的信物，与尊上那次拿出来的一模一样。这女人真是疯了！婚约，本尊已把你休了，早已结束。不过这信物的确是本尊送，既然你拿出来了，那就还给本尊吧。死要面子是吧？还你？那就跪着爬过来捡喽！大胆！这可是主人的东西，你敢动，你李家上下列祖列宗全要为此付出代价！不孝子孙，败坏李家，千古罪人！今天若是事情能成，与尊上联婚成功，这一生值了。走，进去吧。是。千古罪人啊！李家列祖列宗显灵了！哪有祖宗显灵？一定是这狂徒提前做了手段，是他把我们李家的牌位碎了。什么？是你？叶北，你碎我李家牌位，简直无耻下作到了极致！天底下怎会有你这样的狂徒？这是触碰世家逆鳞，不敬祖宗，足够让你全家除名，被整个大夏唾斥。今天寻衅的人还真不少啊！你们如此行为，等李慈山到，全部都要后悔，跪下求饶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就算是我爷爷来了又怎样？这事儿
绝对不会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哼，难不成老头子来了，还要跟叶北磕头不成？7年，李家小子为求能侍奉本尊左右，在满天雪地中连跪9日，命悬一线，才求下一丝机缘。如今被不忠不义不孝子孙败坏的家道中落，这世人真是可悲可叹啊！我呸！我爷爷对你连跪9日，真是笑话。你知不知道我爷爷是什么人物？京城13泰斗，居首位，全华夏声名第一。李老爷子是京城核心泰斗，他一跺脚，整个京城都得地震。李慈山一怒，我们周家也得退避三舍。就是撒谎也不打草稿，这样的大人物会给你下跪，怕不是他一到场，你就要当场吓破胆。放肆！你们口口声声的大人物，在尊上眼中，只不过是个强壮些的蝼蚁而已。看到你们李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当场认错也是理所当然。诸位，我们与叶北的婚约作废，等老头子来了，我更要将这狂徒驱逐出京，大夏永始出名。这种大逆不道、罪孽深重的狂徒，不用等李老爷子到，我周家提议即刻镇压。副业，京城徐家副业。好啊，叶北，你自作孽不可活。来人，一起动手！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是无力回天。李家老家主李慈山到。爷爷，你的眼睛瞎了，治不好了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有容，你那婚约……老爷子，你总算来了！现场有人在捣乱，破坏寿宴，而且把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的牌位炸了。什么？我李家的牌位炸了？我李家世世代代行善积德，没想到今日遭遇如此奇耻大辱。你就是那个炸了我李家牌位的小子？是哪个狂妄小儿敢动我李家？知不知道我李家是怎样的存在？就是他这个狂妄之徒！老爷子来了，你倒霉的时候也到了。李老爷子可不要让他付出代价太轻松了，他可是狂妄至极。哼，装听不到。老头子，我虽然眼睛瞎了，但心不瞎。你在哪个方位，我一清二楚。乱我李家寿宴，毁我李家牌位，你的罪行罄竹难书。小子，你自寻死路！李慈山，你李家目中无人，有眼无珠，的确该瞎。这声音，这……快叫救护车！我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不只是你，还有你的家族、你的亲人，在全世界都再无任何容身之地。可悲可笑，到现在你不会还以为李慈山气得吐血是因为主人的缘故吧？难道不是？是与否，让李慈山来说即可。李慈山，李老，你混蛋，滚开！你也不怕折寿？小子，马上避开！李家老爷子即将成为全球4大超安世家之主，权势、财力皆是全球顶尖。你站在这里是大不敬。他，李慈山，跪的就是本尊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头子只是身体不适，呈跪坐状态而已，用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哼！不知死活的是你，李慈山跪主人有何问题？哼！在场诸位，在主人眼里皆如蝼蚁。你以为你们是谁？去，把他拖下来，打断双腿！这个女人也不要放过，我要废她4肢！给老夫住手！爷爷，你给老夫闭嘴！起来，说说，看到跪的是谁？
闭嘴！老奴跪的是尊上。老头子，你疯了！那小畜生凭什么？滚！这回彻底闹大了，李家老爷子这是彻底动怒了，连孙女、老夫人都打。今日这里发生的事情必定轰动全球，那畜生这是把天都给捅破了呀！老奴李慈善拜见尊上。爷爷，什么尊上？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竟然让李家老爷子下跪鞠躬！本尊让你李家长祠，是因为你能明辨是非，真心向善，想让李家流传千古。未曾想到，才过一代，便是如此不堪。尊上，是老奴无能，老奴眼下心瞎。罢了，念你忠心一世，过来吧。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，谢谢尊上，谢谢尊上。怎么可能？老头子这眼睛，这2天可是国际多方专家会诊，都说没办法的了。叶北轻轻一点，居然就好了。他真是个神仙。尊上心慈，但李慈山你的罪过可没有就此结束。是老奴管教无方，老奴定然会给尊上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交代，李家老家主，你可知你孙女、夫人有多狂妄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不过，不管是谁胆敢对尊上不敬，我李慈山必定让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婚约可是你所说的？这种事情，老奴怎敢擅自做主？爷爷，你肯定是搞错了什么。这个人满嘴大话，毫无尊卑，刚才更是让人动手打了奶奶，污你名声，破坏寿宴。我们李家与他再无瓜葛，他根本不值得您这么对待呀！蠢货，给我跪下！爷爷，我让你闭嘴！老头子，你老糊涂了吧？外人都欺负到我们李家门口了，你竟然帮着外人对有容动手！你这个老东西是想害死我们李家吗？老夫为李家奋斗一生，布局无数，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眼看着就能再次追随尊上登天而上，结果你却想毁了李家。爷爷，我马上就能得到钱家的注资，李家在我手上只会更强。我不信，就那个混蛋能让李家如何？钱家算个屁，在尊上面前也只配跪地俯首。尊上，念在老奴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恳请能让老奴代替李家承担一切责罚，只求尊上能够让李家获得一线生机。生机，本尊已经给过你。李老家主，这时候跟主人谈主仆之前，是不是有些可笑？你可知，主人来这寿宴时，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枚长生丹，可续命10年，结果被你这夫人当成垃圾踩在脚下。你真这么干了？什么狗屁长生丹，分明就是一颗巧克力！李慈善，你真是病糊涂了。没错，爷爷，你已经老了，现在李家是我接手，我有能力做得更好。你们，尊上，小家伙，你也看到了，你若是站在本尊的角度，你认为你该如何？有容父母去世的早，是李家独苗，从小便被骄纵惯养。我宣布，从此刻开始，废除李有容李家家主继承资格。你现在这般下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就算是李慈山在主人面前也不够用。现在信了吗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对我爷爷用了什么幻术？没错，一定是幻术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老头子病入膏肓，此刻只是回光返照。李家这些年一直都是有容掌权，整个李家不断腾飞，等会儿钱家更是会注资李家，剥夺有容继承权，我不同意。你们这是想要夺权？李家这是要发生大变故了。李家老头子病重，撑不了多久。李家落在李有容手中，对我们京城所有的豪门家族而言都是好事。
没错，李家理应由李有荣来管理才是。李家老头子上了年纪，的确是老糊涂了，竟然对一个年轻人这般毕恭毕敬，哪有全球4大家族家主风范？进来吧。这些年来，李家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，离不开有容的商业天赋。他为李家付出了大量心血，他的位置岂是一句话就便剥夺？我周星辰代表京城周家，只认李有容小姐。我代表京城王家，只支持李有容小姐。我代表京城徐家，只支持李有容小姐。畜生！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控制了我爷爷，但整个李家现在是我做主。今天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！你再敢对尊上不敬！爷爷，你已经老了，在家养老就行。你也看到，李家现在是我做主，我有能力、有信心让李家发展的更好。把我爷爷送回去。是，李小姐。有容，莫要一错再错。你对尊上的实力一无所知，李家的兴衰全在尊上一念之间呐！老头子，别说胡话了。那个小畜生，几十年来我见都没见过。李家这些年来在有容手上发展的不知道多好，李家能有今日，那全是有容的功劳，跟他有何关系？爷爷，你虽然为李家打下根基，但我的功劳绝不比爷爷你少。李小姐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？有问题。接下来钱家注资我们李家，届时就算是赵家家主亲临，在我面前也得客客气气。狂，真狂！李老家主，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孙女啊！李家小子，既然李家你已经无法掌控，那赵钱孙李，李家今日除名，李家的一切暂由若雪来负责。让李家除名，就算全球4大家族之首赵家来了，也没这个资格。你算老几？我倒是想要看看你怎么让李家出名。这么多年来，敢威胁我们李家的人，你们也算是独一份了。等宴会结束，你们要是还能活着的话，这事儿足够你们吹一辈子。哼，没错，继续吹，看你能活多久。这么厉害的话，那能不能让在场的各位豪门世家一起除名？李家彻底完了。爷爷，你看着好了，钱家家主马上就会到，从今日开始，李家便会一跃成为全球第1家族，要玩也是他们玩。李家的运气真不错，要是李家孙女真的能成为尊上的丫鬟，必将一飞冲天啊！这等机会怎么就没有落到我们钱家头上呢？爸，这尊上真有那么厉害吗？值得您都如此？无脑！尊上也是你配叫的？再有下次，老子直接严惩你！是。就你这脑子，根本不知尊上是何等存在。快走吧，不要让尊上等急了。钱家来了又能如何？李小姐，你难道不知道，在3大超然世家之上，还有一个神秘的组织？抱歉，还真没听过。怎么，你是想要凭空杜撰出来一个？他们又不是做不到。今天这个寿宴，齐聚在此的京城权贵，全是有容的支持者。以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，就算真有超然世家来此，也得忌惮3分。更何况钱家支持的是李家。李有容，爷爷，您是李氏家族创始人，一手带大了我，我尊敬你，不想驳您面子，但您得清楚，这世界迟早是年轻人的。
您老了回家安度晚年就行。你知不知道到底在跟谁说话？爷爷，恕孙女不孝，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等钱家家主亲临，您就明白了。钱家家主钱先生到。这是钱家主的女儿钱清泉，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以后有可能继承钱家。钱小姐，您来了。谁是李家家主？钱小姐，我是李家家主李有容。李有容，就是你，能够得到那位的赏识，你的确幸运。我代表钱家家主先行一步，前来为李家送礼。南海明珠10颗，万年人参1株，还有这价值万亿的注资合同。恭喜李家即将晋升超然家族！真的是万亿合同，这次李家真的发了。谢谢钱先生，有容一定不负钱家主期望，创造一个新的李家时代。爷爷，你看到的吧？您做的那些事，有容会做得更好。那老家伙他真的，他怎么敢？我这次先行一步，也是为了提前办件大事。我听说这里有人闹事，挑衅神令。是他，钱小姐，就是这个畜生，屡次以下犯上，得罪了所有世家，甚至他还看不起钱家，还拿出假冒神令，引来灾祸。什么？是谁？原来我家家主说的就是你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行吗？侮辱神令，破坏寿宴，甚至还敢侮辱尊，侮辱内卫，10条命都不够你赔的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跟一条畜生说话。不，你的罪行连畜生都不如。我来之前就被我家家主耳提面命，要狠狠惩罚你。钱胖子就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大胆！钱家家主也是你配喊的。钱小姐，这叶北口出狂言，我们所有人正要对他……你在找死！这位可是全球第2大家族家主钱老，你也敢出言不逊？真是不知死活！今日我钱家与你这小子不共戴天！钱家果然与李家是同一战线，今日这废物死定了。钱小姐，你三思啊！那老家伙怎么可能会对尊……够了，爷爷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钱小姐，谢谢你为我李家撑腰，今日我就要当场诛杀在这口出狂言的废物。理当如此。钱胖子精明一世，却教化无方啊！未曾想会教出你这样愚昧的后代，可叹。你敢辱我家主！我劝你最好等到钱家主到了再来行事，否则我怕你后悔。我家家主若是到了，你就不是当场诛杀，而是活剐了你全家。我这就斩下你的头颅，献给我家家主。杀叶北，剐全家！杀叶北，杀叶北，剐全家！住手！畜生，你找死！家主，爸，我……闭嘴！钱家主，今天我奶奶的寿宴上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来了2个不长眼的混蛋。这件事儿我马上就会处理好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您对我们基金的注资环节。你先让开！钱爷爷，我是京城周家嫡孙，那混蛋嚣张无比，狂妄至极，对您毫无敬畏。接下来您看我的就行，我会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老老实实的跪在您面前。你说什么？钱爷爷，您不必动怒。我说，我会拿那混蛋的命来让您出气。刚才钱小姐正要将她的人头献给您呢。你说要弄死他，刚才你们要砍他的头颅献给我？没错。
尊上，老奴跟眼前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还请尊上明察。尊上。起来吧，此事的确与你无关。爸，我不知道他就是尊上，我以为你刚才在做什么？我早就说你无脑，终究会犯下大错，却没想到钱清泉，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，你失去继承资格，逐出钱家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尊上是我钱财神的主子，敢对尊上不敬，那就是不把我钱家放在眼里。从今天开始，京城再无周家。爸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闭嘴！京城周家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尊上。我周乾隆愿以自身性命赔罪，只求尊上能够留周家后辈一线生机。周家主。起来吧，周家后辈。若是品行端正，本尊自然不会赶尽杀绝。多谢尊上。你们两个是白痴吗？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下跪认错！我，京城王家家主王吉祥有眼不识泰山，只求尊上能饶我狗命。我，京城徐家家主徐广陵有眼不识泰山，只求尊上能饶我狗命。京城陈家求尊上高抬贵手，京城林家狗眼看人低，求尊上饶命。这里的事情交给你来办。尊上，您放心即可，老奴定会办得漂漂亮亮。若雪，走吧。大家的生死哪是你一言可以决断？这李家的寿宴，岂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怎么，李小姐，你这是打算拉着所有人一起死？各位，你们哪一个不是身家百亿、千亿？只要大家联合起来，何至于沦落到下跪乞怜？没错，有容说的有道理。今日寿宴上这么多人，岂是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轻松定夺的？不错不错，李家真是当老夫刮目相看。各位，还有谁跟李家有一样想法的？大可站起身来。爸，有容说的对，你们这么多人凭什么怕他们？我们周家跟李家全面合作，根本不输钱家呀。没错，我京城陈家何时受到过这种耻辱？我站李家！京城林家支持李家，我们支持李家。有点意思。爷爷，你看到了，身为李家家主，凭什么要给别人下跪？李家小子，真不说两句？尊上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老奴不中用了。本尊知道了。老家伙，你这混的也真够惨的啊！重病也就算了，还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夺权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昔日的情念我可就不顾忌了啊！李家家主是我，李家这些年发展壮大，也都是我的功劳。昔日情念，这需要你们来顾忌？好了，钱胖子，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放手去做就行。是，尊上。今天凡是在这里不跪尊上者，
全部从京城除名。真以为你们吃定了大家？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好了。我倒是想要看看你们怎么让李家也除名。李家家主倒是真的厉害，至于怎么取名，看着就好。至于周家家主，起来吧，你的事情，本尊不予追究。多谢尊上。走吧。是，尊上。就你们这些人，还京城权贵，不过只是井底之蛙罢了，都给我让开！我们井底之蛙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不过只是一名婢女罢了，也有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今天倒是让老夫大开眼界了，当代神明，没想到你也有被人看清的一天。至于你们啊，也太过无知了。看在跟李老狗曾经有那么一丝交情的份上，我倒是不介意给你透露一点消息。神女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感兴趣的是，若是真的神女知道有人冒充她，不知道会不会与我们李家合作。放心好了，绝对不会。还真当自己是神女了，先好好操心今天能不能走出这里再说吧。围了他们！李小姐，你之前也是神女会成员，可见过这个？这是神女符，只有神女本人才有。见此神符的天下美色，须以奴婢自称。你们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认识就行。见此神女符，你还不跪下？是真是假还说不定，毕竟之前你们也造假过神令。就算是真，那又如何？神女而已，让本小姐下跪，你有这资格？当真是愚不可移，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尊上的身份吗？身份是被我扫地出门，当众退婚，在寿宴上恼羞成怒，仗着认识几个人，就敢用歪门邪术为非作歹的前李家未婚夫，大胆！你个贱女人！你不是一直想要搭上我们李家，并且疯狂追求我，现在机会来了，打断他双腿，以上条件我都可同意。有容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星辰，住手！只是我在做。我的身体，这是……星辰，你这是？是你？你刚才对星辰做了什么？妖术，这是妖术啊！并非妖术，而是直视本尊身体无法承受，寿命流失了50年而已。靠着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成功逃脱，今天算你走运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李家将会正式发出悬赏。尊上已经走了，李家还有各位，接下来对尊上不敬这件事儿，我来给你们好好算算。尊上，奴婢不解，
为何不直接把李家灭了？老奴也不解，明明尊上一念之间就可让李家灰飞烟灭，为何还要多费功夫？尊上只让属下把他们几个国内的资金和项目冻结，而不去处置国外资产。而李家在国外也同样强大。你们看那些蚂蚁，为了本尊随手丢出的食物，长途跋涉、挣扎抢夺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奴婢懂了。老奴懂了。人以育人，神以育神。神主养的奴才，放在人间，即为人中龙凤。你们敬我为尊上，而李慈山只能被称为家主，是因为他是本尊的奴才。今日这奴才有了想要翻身做主之心，若是直接灭了，那多无趣。神女，今天寿宴你全程在场，那个李慈山明显有问题。身为李家家主，怎么可能会被孙女夺权？这种事情，尊上早就知道，只是并未点破罢了。啊？那婚约一事若无他暗中首肯，就凭李有容，哪里有胆子四处宣扬？李慈山从小就跟随尊上，他的眼界不应该如此狭隘才是。错了，就是因为他眼界太高，才会如此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以我来看，姓李那家伙本意是想要赌一把。如果婚约真成了，李家甚至在尊上沉睡时执掌神庭。他怎么敢？尊上50年未现，就如今日寿宴上李有容所说，有些人觉得自己家族的强大真的是依靠自己的实力。李家还是没有认清自己啊！若是没有尊上，他们什么也不是。不过一点点的摧毁李家，还有那些京城权贵，的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反正我是越来越期待了。尊上，李家放弃了国内阵线，选择联合国外财团，并且利用李家的名，邀请了各界名流，打算报复，鲸吞钱家，向您示威。这是李家送来的邀请函，他们要请尊上现场观看钱家被吞。这李家还真挺有意思，你告诉他们，明日宴会，本尊会去。是，尊上。对不起，爷爷，今天在寿宴上是我太激进了。还有，您其实一直都在装病。没错，不过事已至此，说这些已经无用。爷爷，说起来，那个人真的很厉害吗？有容，若是有一个人长生不老，不死不灭，活了不知多少岁月，你觉得如何？目空一切，世间万物皆为蝼蚁。尊上就是这样的存在。没错，
别怕，今日寿宴也只是试探而已。本想将你嫁给他，将他绑在我们李家这条船上。尊上能想着为我延寿，我很感激。但是他那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不喜欢。再说，到目前为止，也就只有徐家破产，钱财神说是清算，但面对大家的联合，不同样束手无策？没错，不过他那些手段倒是神秘莫测。若是真无敌，为何不直接把所有人寿命全部抽取？这些年，我收集古书，恰好看到一残本古籍，苗疆有一种灵虫，可顷刻间夺寿元，但这种灵虫每培育一只需要消耗50年的时间，这恐怕是他50年苏醒一次的原因。爷爷，您的意思是？他长久的秘密，书中也有解释，那是一种叫做长生灵的奇物，沧海桑田，容颜不改。如果能把那奇物抢过来，尊上之位也该换人了。寿宴上激怒他用过了奇物，他那种手段不会再有了。当时你说的没错，李家有今日，是我们自己打拼出来的。尊上只是在我弱小的时候给予过一点小小的帮助罢了。本身就是如此。李家在全球拥有无上名声，必服亦可撼树，凡人亦可胜天，大丈夫岂可久居人下？尊上，就算回来，那又如何？明日我会证明，时代已经变了。李家已经彻底叛变。刚才奴婢得到消息，李慈山亲自露面，除了邀请各界名流之外，还雇佣了大量的安保人员，可能会在宴会上。李家倒是越来越有趣了。李家不过是自不量力罢了。尊上，这是昔日您打造神庭时留下象征着神庭之主的神戒，会长让我转交给您。奴婢孙若雪恭迎神庭之主尊上回归。起来吧，50年了，很多人忘记了本尊之名，也忘记了神庭之威。李家不是要开宴会吗？吩咐下去，明日宴会上，神庭归位，本尊将会重新选定第4天王。是，尊上。尊上，神庭目前所掌控主要势力便是3大超人世家，李家本是第4大世家，但李家叛变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曾受尊上之恩的豪门，绝大多数都更换家主，对昔日之事，他们早已不忍。另外，倭国天照后裔也再次出世。天照。没错，就是2500多年前天照大神的后裔。这些年，他们布局全球，赶上了经济大爆发，其掌握的力量是仅次于3大世家之下的顶级豪门。所以，这便是李家的依仗。这是其一。一直以来，李家掌握的便是名。他们在获得名望之时，
暗中利用了磁石基金的入资了大量小家族。之前3大超然家族为了帮扶李家，并未干涉，还曾暗中扶持，扫清过障碍。李家早有叛变之心。对，李慈山是最晚加入神庭，当年他并不知道尊上您的真实实力，在他概念中，尊上您只是一名活了数千年的普通人罢了，肉体凡胎，但再厉害也敌不过千军万马。千军万马，我听会长说过，昔年外邦入夏，尊上以一人之威震退倭国军队600万，扶大夏将倾，救大夏4万万同胞于水火。这种震世之举，李慈山自然无法想象。这样反而更有趣了。此刻恐怕李慈山还以为胜券在握，明日在宴会上出尽风头，成为超然世家之首呢。尊上，明天宴会，奴婢是否还需要做其他准备？你就不必准备了，这事让钱小子来办。是，尊上。尊上，神庭之主回归的消息已经放出，昔日各方故人都已紧急入京，不少人想要在李家宴会上获得您的认可，争夺第4天王之位。告诉他们，此事不急。是。尊上，我们到了。你就是消失了50年，一出现就想要让李家跪地俯首的神庭之主尊上吗？尊上，他便是天照后裔当代少主，他父亲是倭国皇族现任家主乌来和尊。昔年天照犯下大错，跪求本尊原谅，并且保证世世代代遵循仁礼，本尊这才未曾赶尽杀绝。看来2000年前的教训，他的后辈早就忘到了九霄云霭啊！啊，这样的吗？那我有点怕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麻烦尊上到时候亲自下去找我家天照大神的麻烦。昔年天照一族未灭，乃是尊上仁慈，否则哪有你们今日出言不逊、狂妄自大？天照家的祖训难道就没有教你？不好意思，我爸还真没教。他从小告诉我的是，看不惯就骂，不爽就打，出门在外自己开心最重要。另外，我们倭国能够在海外壮大，都是因为我爸能力卓越。至于尊上，抱歉，这名字和打扮还是李家小姐提起的，我并不熟悉。姑娘这般气质确实出众，以我所见之人里，你绝对算得上顶尖。跟着他混可没前途。今日李家召集全球顶级家族，针对的就是他。到时候你要是混不下去的话，可以随时投靠我，我保证把你照顾的白白胖胖。你找死！爽，真爽！美女，你这小手可真滑呀，还有残留的香味呢，我很喜欢。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放心，等宴会结束，我开一个房间，让你打个够哦。本尊让你走了吗？给脸不要脸，这是在挑衅老子！你们2个给我动手！是大人。跟李家合作，昨天李家寿宴上发生的事情，恐怕他们没有告诉你们吧？抱歉，本少没兴趣知道，先好好看你主子怎么跪地求饶吧。我国天照皇族这次出面，李某实在是感激不尽。你我2家联手，再加上他们，就算3大超然世家旗帜，也可轻易扫平，重新分配蛋糕。李兄客气了，普天之下，李家名气无双，除了李家之外，
谁能一句话就召集全球顶级豪门家族齐聚此宴会？只盼他日李家腾飞时，能让我倭国皇族也更进一步。哈哈哈哈！何尊兄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要提携婆，也是你提携我，这叫双赢。没错，就是双赢。李兄，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爷爷，您身体不好，医生说过好多次了，不能喝酒。无妨，今天能跟何尊兄见面，喝几杯又无妨。再说，之前我装病那么久，现在放纵一下怎么了？好吧。你老来得子，儿子今年不到30，你看我孙女如何？爷爷，哈哈哈哈哈！李家长明在全球范围内大行慈善，但我倭国天照皇族同样也是长明，天照大神光辉延绵数千载。我们两家联姻乃是天作之合，我们天照皇族也有此意。好，何尊兄，今日宴会你可是主角，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。今天能来这场宴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，都是全球商业翘楚，跺一跺脚就能让整个世界颤三颤的存在。你们能给我们李家的面子，我代表整个李家给予你们最真诚的谢意。李小姐客气了，我们王家还是得仰仗李家的。只要李家能为我京城徐家讨回公道，什么代价我都能承受。各位，想必徐家发生的事你们都听过了，断人钱财如绝人父母，蝼蚁尚且偷生，钱财神轻飘飘一句话就利用财富的巨大优势毁掉徐家，这便是为富不仁。还有那个所谓的尊上，我们李家已经调查过了，利用苗疆秘术让周家公子周星辰寿元骤减。对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，人人得而讨伐之。说得好，我们倭国天照皇族坚决支持李家。今天势必竟将钱财神这个所谓的首富拉下马。今天宴会，为了表示对倭国天照皇族的感谢，我们李家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大人，你们这是？王秘书，快告诉我李家这两个混蛋对我的保镖动手了，我要他们死！又是你们两个！上次老太君寿宴，我正好出差不在。不过你们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不少。你跟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，现在的你没有这层身份在，竟然敢对武少动手，是活腻了吗？是吗？你什么你？我就敢对武拉明动手了，有问题？要不要再打一巴掌？你看看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次你们完蛋了！倭国天照皇族是今天宴会重要宾客，他父亲乃是天照皇族家主，同时得罪倭国天照皇族李家，别说大夏了，就算是整个世界也容不下你们。是吗？严格来说，只有本尊容不下这个世界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感觉像是如坠冰鞘，万针扎心一样。有时间必须去检查一下身体才行。吹牛的毛病是一点都没改，幸好小姐跟你的婚约解除。不然的话，有李家撑腰，你这尾巴岂不是能翘到天上去？再敢对尊上不敬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不敬怎么了？你们动了武少，先想想待会儿怎么去跟倭国皇族赔罪吧。没错，现在跪下道歉，向我和王秘书求饶，我到时候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我保镖的事情也可以就此作罢。不对，还有你这个贱人，刚才竟然敢打我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完了。看来刚才停车场的教训你是全忘了。刚才停车场没人，你们两个占了便宜，从现在开始主场是我的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今天晚上把我伺候好了，否则别怪我辣手摧花。还不赶快道谢！伺候武少的机会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，这对你而言是一个机会。
总比跟着一个快死的人要好。是吗？那本尊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掌嘴100，自废双目，下跪认错。好得很，给你们台阶你们不下，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。之前仗着是小姐的未婚夫，我不敢拿你如何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哼！等会儿去了宴会厅，一旦李家还有我爸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只会下场更惨。那还真是让人期待呢。你们两个给本尊带路吧，等会儿当着李家、倭国皇族的面再来解决此事。本尊倒是想要看看这两家是否真有这个能耐。给了你们机会，你们把握不住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。既然非要自寻末路，那好，我帮你们一把，那就走吧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？这话等会儿应该是你来说。哼，无知。不用跟他们两个争论了，尊上是吗？既然能被李家退婚，说明也就那样，没有一点自知之明。等他们认识到天照皇族代表着什么，一切自然明白。不知所谓，等会儿看你们怎么收场。这座纯金雕像是我们李家赠与天照皇族合作的见面礼。厉害啊！李家真是大手笔。看来李家跟倭国皇族是彻底结盟了。这一下，钱家算个屁！我国内资产全部被冻结，只希望今天能看到那些混蛋付出代价。众所周知，天照皇族在倭国悠悠历史上声名显赫，其天照大神更是与大夏传承同为一脉。但凡大夏子民见到天照大神，也得低头敬畏拜见。李家实在是太客气了，这份礼物我天照皇族收了。今日我在此宣布，天照皇族将会与李家达成深度合作，一致对外。得罪李家就是得罪我天照皇族。我代表李家也补充一句，从今往后，不管是谁，但凡敢得罪天照皇族，那便是与我李家作对。我们李家必定不惜一切让他付出代价。这回你们真的闹大了，你们两个完蛋了。小姐，这两人是来闹事的，刚才在电梯口他们还抽了武少的脸。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滚出去！啊，滚！爸，我要这两个人付出代价！废物，滚一边去！李小姐，今日宴会是李家带头举办，老夫儿子受辱，本应是我们倭国天照皇族直接出手，但今天老夫就不喧宾夺主了。我知道李家一定可以给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老狐狸，天照大人，放心好了，此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。既然你们来了，今天就都别想走了。是吗？这话应该是本尊对你们说的。还是跟上次一样狂。区两个人，这是包围我们全部，不知所谓。上次老夫本想臣服于你，可你们害我独子。今日在此大放厥词，真有什么手段，上次为何不拿出来？尊上已经做好选择了。回尊上，老奴已经决定了。好。来人，封宴会场，没有老夫的命令，谁都不准擅自离场。各位，今天宴会本身就是围堵钱家，还有这所谓的尊上，你们不必担心。今天你们都将见证历史，我们李家彻底崛起的历史。
这是天照大神雕像，世间凡人见他都须行跪拜礼。见到本尊，还想礼的是他。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天照大神不敬！天照煞神声名显赫，你不敬，这是想要与整个世界为敌。不尊神明，得罪天照一族，大夏容不得你。人狂自有天收，这种话说出来也不怕遭天谴。尊上，不可否认，您的确神秘强大，但今日到此宴会的人，谁不是人中龙凤？对天照大神不敬，那便是与所有人为敌。没错。李家主，直接让人动手就行。我看你们这些人还真是不长教训，无可救药啊！无可救药的是你才对，现在的局势，你是完全没看明白啊。不过，看在你如此漂亮的份上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。今天宴会结束后，陪我好好玩玩，让我玩腻味了的话，你还能活。若雪，不必亲自动手，该动手的是他。我动手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1分钟，自断尘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真以为你是无所不能的？吾赖命乃是倭国天照皇族嫡孙，是今天联盟宴会上我们李家最尊贵的客人。凭你一句话便想让他断尘根，不觉得可笑？尊上，我敬您，但您这种一直高高在上，一言就断别人，您的每一句话都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施舍，这种感觉老奴无法接受。本尊是在与天照小子说话，跟我说话？哈哈哈！怎么，现在这意思还不够明显？有本事你特妈的就使出来啊！现场这么多人都看着，你不会手段都用完了，在这里故弄玄虚吓唬人的吧？1分钟，时间到了。老子现在屁事儿都没有，露馅了吧？隔着这么远，你特妈的能拿老子怎么样？啊！命儿，你怎么了？爸啊！我好疼！医生，快喊医生！命儿是我们天照皇族唯一嫡传男系，他要是出问题的话，倭国要断绝了。我要你付出惨痛代价。真是可怜，到现在还没意识到尊上的强大吗？再强又能如何？今天宴会上这么多人，就算站着让你们出手，你们又能击败多少？尊上，你我有主仆情谊，本来事情不必闹大如此地步。就算真到了最后时刻，老奴也一定会念及那份恩情。但若是五少有事，这事儿想要再缓和，恐怕很难。李家明明已经背信弃义，说出来的话却是如此冠冕堂皇，不觉得可笑？缓和？你们觉得这事儿是能由你们做决定的？哼，小丫头，老夫跟尊上说话，哪里有你插嘴的资格？这种场合，谁的身份不比你高？大言不惭，简直可笑。没错，没大没小，这是要把在场所有全部彻底得罪啊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完全就没有把今日在场的名流贤贵们放在眼里。现在的你恐怕还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没资格说话的是你才对。快给蜜儿看看啊！怎么样，医生？
我怎么样？傻站着做什么？我儿子到底什么情况？只要能救做什么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们天照皇族都出得起。何尊大人，武少那个地方已经彻底受创荒粉碎，没办法救了。就算全球最顶尖的医生来此，也只能束手无措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吴先生，武少真救不了。废物！本来我们天照皇族与你没有多少矛盾，但现在我在此发誓，从今往后，整个倭国都与你势不两立。爸，废了他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看来，你这余生，此刻就不想要了。天皇大人，放心好了，此事我们李家与你们倭国天照皇族共进退。李家、倭国皇族加起来又能如何？土鸡瓦狗罢了。今日宴会，除了在场的大夏顶级世家豪门之外，就在刚才，老夫已经得到消息，大夏三大超然家族的赵家、李家家主也会亲至这场宴会。赵家家主，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夏战神、天权战神，倭国天照皇族受辱，他们必定不会不管。土鸡瓦狗，就算有钱家支持，那又如何？赵家家主，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夏战神、天权战神，没错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担得起赵家家主之名？李家真是大手笔啊！除了钱家外，不仅召集了全球各大顶级豪门，还联合了另外2大超然世家。哼，这下别说钱家来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们2个也翻不开盘。李家主，你真不知道，赵家、孙家、钱家都是以主人为尊的吗？李家有今日，不过只是主人允许，3大超然家族暗中帮衬罢了。否则，李家这些年会发展的如此顺利？若雪所说，千真万确，事实便是如此。在我奶奶的寿宴上，你们仿冒神令的事情，当时没有继续追究，你们应该见好就收的。天权战神是如今大夏图腾，镇守边关，一人力压16国，统帅100万神龙军。你们3番4次踩他的名头，当真就不怕死了？待会儿天权战神亲至，我看你们是否还有勇气当面说出那些话。无知者无畏罢了。钱财神是有钱，但天权战神是掌权。赵钱孙李，权财色名，你李家资历最浅，你李慈山也是年纪最小的。本尊沉睡时，本想将李家打造成第4大超然世家，让你们长名，故让3大超然世家暗中秀柱。以本尊的身份，此事用不着骗你。真是这样。那一日，若是你能亲自去陵园迎接尊上，看到天权战神在尊上面前跪地俯首，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。爷爷，他的话用不着当真。天权战神万人之上，就算面见大夏国主，也佩剑而行，免礼赐座。就他，也配让战神俯首？尊上果然是神鬼莫测啊！举手之间便是返老还童。如今我这身体不仅年轻，甚至还远超当年巅峰时期，号称倭国神之上，剑术天下第一，就可擅闯大夏疆域了，真是自不量力。中本家族看来想要被灭族，一夜之间恢复年轻状态，神明手段也莫过如此吧？天权战神灭众元家族的事，需要属下现在就去准备吗？暂时不必，本身就已经耽误一次了。马上准备专机，现在我就要入京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对尊上不敬啊！就算是大夏国主，也没资格受您之礼。这属下应该准备什么规格？大夏国主在尊上面前
也不过尔尔。尊上是我的主子，什么规格的厚礼，你说呢？李家啊，李家，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你们竟然没把握得住。召集全球名流权贵，围堵尊上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别说区区李家了，就算这整个世界，只要尊上愿意，一个念头便可镇压。今日，你先是对武少动手，而后又对倭国天照大神不敬，现在更是对天权战神出言不逊。本想现在就让人收拾你，但此时此刻，我反而来了兴趣了。不知道到时候战神亲至，你是否还能像是此刻这般嚣张狂妄？不得不说，尊上，您这种高高在上、目空一切的语气，真的很唬人。刚才老奴的确有那么1分钟被吓到了。关于天权战神之事，可稍后再说。尊上，老奴也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动手。所以呢？所以看在昔日主仆情分上，先给天照大神雕像行跪拜礼，再跪求天皇大人原谅，说不定今天还有一丝全身而退的机会。本尊真行礼的话，他能受得起吗？笑话！就算是国主，见到天照大人雕像也得毕恭毕敬。你这意思，是不是你的身份比国主还要尊贵？有钱财神在背后撑腰，是很厉害，但也不要太飘。就算钱家家主来了，见到天照善神，同样需要行礼。死到临头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得罪这么多人，今天谁也保不住你们。尊上恒古长存，天照大神在尊上面前也同样不过蝼蚁而已。真正强大的存在就在眼前，你们却不自知。我看愚不可及的是你。天照大神已消散了2000多年，问他能答复吗？一问便知。好，尊上既然发话了，那老奴也不怕献丑了，请各位做个见证，看看老夫是否能把天照大神喊醒。天照大神，尊上有请。想要看看您是否有资格承受得起尊上之礼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倒要看看天照大神会不会险胜。险胜了，是帮你，还是帮天照皇族？怎么着？这天照大神也没有复苏啊？真是不知所谓，意思是让他去死，去下面见天照吧。装神弄鬼，死到临头还搁这摆谱。这是动了，真动了！开什么玩笑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7年本尊初见天照，他顽劣好动，不思进取，是本尊受他织造耕种之时，后因犯错，他自罚而死。天照早死，没想他的后人一点没变。照你这意思，你活了数千年不成？数千年，本尊活了多少年月？说起来，
本尊自己都记不清了。行了，装完了吗？各位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雕像是空心的，根本不是纯金打造。刚才雕像炸开，不过是障眼法，说明他用了下三滥的手段罢了。吹嘘这么多，有意思吗？抱歉，天皇大人，金雕之事，定是有人吃了回扣。这件事，老夫事后定给您满意交代。行，至少说明这家伙满嘴胡话。刚才还真差点被他吓到，还真以为天照大神显灵了呢。好在之前我们李家与你解除了婚约，看看现在的你，只会用这些卑劣的手段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各位，这么好笑吗？这座黄金雕像是李家造的，在此之前根本没接触过它。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刚才在台上，尊上同样没碰过雕像，天照大神雕像是自己炸的，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？没错，我从不否认尊上的实力。毕竟上次宴会，尊上一个眼神镇压了周星辰，刚才更是用未知手段击退倭国嫡孙，但他通过奇淫巧术破坏金雕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们李家真是无可救药，真相摆在面前，你们有10000种方法质疑，无可救药的是你，也不知道被灌了什么迷魂汤。今天宴会上，这么多豪门权贵，他们选择站哪边，你都没看到吗？在场豪门，倒不是针对你们李家，而是所有人，在尊上面前都是垃圾。太狂妄了，简直放肆！够了！你的身份不过只是个丫鬟罢了。今天宴会上，你的话也太多了吧？李家小子，你从何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比若雪高？我爷爷乃是李氏创始人，慈实基金会长，在全球范围内为数以千万人提供过帮助。李氏的名声响彻全球，他的身份地位是凭你一句话就可以断定的。是很厉害，可还真就是不及尊上一句话。行了，今天可是华夏商绵顶尖宴会，来这里的人谁不是分分钟数以上下？你们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没错，天皇大人说的对，你们不仅害我儿子，还辱我天照大神，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。李家主，我希望直接动手就行。天皇大人别急，宴会已经封锁，他们2个今天肯定是走不掉。不过，今天大家齐聚于此的目的，是为了一举吞并钱家，瓜分利益。钱财还没到，这场好戏可不能就此结束。哼，我可不管这么多，我现在只想看到他们2人被镇压。我们会不会被镇压，暂时还不知道。但倭国皇族今天必败。灭我倭国皇族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天照皇族传承数千年，就算钱财神倾尽全力，也动不得皇族分毫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如今李家、倭国皇族联手，加上在场的权贵，反倒是可以轻松灭掉钱家。钱家的确是富可敌国，但也架不住我们人多啊。我们徐家失去的东西，今天我必定100倍、1000倍的拿回来。上次我选择臣服，这一次我要他的命。
有容，给钱财神打电话，今天这场宴会可是特地为他办的，接下来的事情会更精彩。他不到场看看，怎么能行？是，爷爷。等你们依仗的钱财神到了，我看你们还能嚣张到何时？老板，准备完毕。根据目前查到的入场人数，我们定了相应的纸钱、花圈，确保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会落下。送达时间跟我们抵达的时间一致。好。钱首富，今天的华夏商会联盟宴可是特意为您举办的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到？放心，很快。别让尊重等急了。呵呵，那倒不会，就是有些人赶着去送死却不自知。老李啊，你喜欢古玩吗？还好，偶尔会研究一下。不过各大博物馆去的次数也挺多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？战国水晶杯、唐代苏轼兔、明代银香盒、洛阳铜齿轮，这些你都听过吧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同一个人所留？这不太可能吧？这2天你不是对我返老还童非常震惊和好奇吗？其实啊，帮我做到这些的，与我所说的那些是同一个人。这世界真的有这样的存在？今天李家联合了一群所谓的权贵名流，打算借用这些人的力量弑神，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！如果那样的人真的存在，历经万千岁月，当真遇到，只会稍微觉得有趣、好玩而已吧。你所谓的钱权固然是好，但也得有命想才是啊。钱总，我们到了。我让人把东西送过去。但是若是足够幸运，说不定有资格见到我说的那位爷爷。钱财神来了，最多10分钟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钱家是如何被吞并的。只有钱财神的话，多无趣。若雪，今日重新选定第4大超坛世家，让孙清柔、赵天权一并过来，给他们5分钟时间。是。一个电话就能喊来战神，真是厉害了啊！大夏天权战神、大夏神女会会长，你们一个电话就能喊来，真是厉害了啊！真以为他们会站在你们那？这些年，我们与赵家、孙家合作密切，他们这次宴会是为我们李家而来。你们不会是提前得到了消息，在这里狐假虎威吧？到时候真来了，被戳破了，就不怕尴尬？今日会场灌溉云移，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更强。尊上有令，让你们5分钟内抵达宴会厅。现在讨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。尊上给过你们这么多机会，你们一个都没有把握住，到时候别后悔就行。这话该我对你说才对，你还没认清现实。丫头，嘴硬没用，等会儿事实会让你认识到自己有多愚蠢。愚蠢的人，恐怕是你才对。今日之后，再无李家。喂，你们！天权战神赵天权，还有神女会会长，不对，这也太年轻了吧！赵天权、孙清柔，你们2位来的可真够早的啊！李家寿宴，我听说过这件事，你办得很不好。李家忘恩负义，当天就应该直接灭了。此事我也听说过了，李家倒是有趣，他所谓的名，全部都是尊上所给，最后却选择背叛。李家还是太年轻了，对尊上的强大一无所知。尊上有尊上的想法，权财色名缺一不可。昔年我曾听尊上无意之间提起过，这世界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
明在神庭中有大用，此事我也知道一些。李家格局还是小了点，不过也好。尊上50年未曾出现，当年神庭之危，很多人也忘记了。李家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召集了全球名流，倒也让咱们省心了。这倒也是。尊上到底是谁？今日钱总、天权战神、孙会长三人齐聚，竟然都是为了尊上而来。难道他们变得如此年轻，也是因为尊上？今日之后，再无李家。今日宴会除了鲸吞钱家之外，实不相瞒，这宴会也是老奴特意为尊上您准备的。没错，就是您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我很不喜欢。或许昔日你的确对李家有恩，但这也不是你在宴会上大言不惭的理由。今日你与李家造成这种局面，完全也是拜你所赐。明明是自己忘恩负义，还找这么多借口，李家还要脸吗？尊上一开始压根就没有跟你们李家多纠缠的意思，好吧？从一开始我就说过退婚，早点签字，滚出京城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？这还不是纠缠？李家没救，没救的是你。这么多人都看着，到时候别幡然醒悟，跪地求饶就成。婚约之事，你最清楚。李家小子，你也是这么认为？如果说到昔日恩情，老奴当然是想要让有容完成婚约。不过，尊上，现在时代已经变了，很多事强求不来。哦，若是联姻最好，可事已至此，我更愿意尊重我孙女的选择。昔年本尊教导你，让你长名，这其中的深意，你可曾记得？尊上的教诲，老奴自然不敢忘记。李家的名是全球慈善事业，是救死扶伤，是在战争来临，是在全球发生灾难时，能第一时间挺身而出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李家可曾做到？目前的李家当然可以做到。我们的慈善事业遍布全球各地，我们结交的朋友皆是全球名流，但是尊上您却是让我感到太过于陌生了。视人如蝼蚁，宴会上打我奶奶，剥夺星辰寿命，重伤五赖命，一言不合用卑劣的手段冻结京城徐家的财产。论名，我们李家独占，是非对错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吧？甚是无趣。李家至此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。没认清位置的人是你！爷爷，没必要再等了，直接让人动手就是。等钱财神到了，送他一具尸体。尊上，老奴想要看看，是大夏最顶尖的武者们厉害，还是你厉害？今日我们李家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弑神！动手！等等！钱财神，李家还真是大胆啊，这也太新奇了。不是说今日这场宴会是专门针对我钱家而来的吗？没错，这场宴会的确是针对你钱财神。各位，机会摆在眼前，只要我们大家合力，一起通知公司解除与钱家的所有合作项目，分分钟钱家就会停摆，彻底完蛋。好，我先来，加上我，算上我们。尊上，看见了吗？这才叫人心所向，这才是李家的名。李慈善，我才刚来，你就和大家送我这么大的礼物，也太客气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有一份大礼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份儿。哦，哼哼，开礼。这一份礼是一共20万亿冥币，根据现场各位产总额计算，确保你们这些人下去了，财产不会减少，依旧可以活得滋润。
各位别急，这第2份礼是顶级豪车100辆，到时候车会现场烧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在下面不管去哪儿旅游都很方便。豪华地府别墅，投资离金砖，诸位，我想的足够周到吧？我看你是当真找死！找死的人是你李慈山才对。天权战神，还有神女会会长。不对，目前他们年纪至少70往上，怎么可能也这么年轻？你们是天权战神赵天权，神女会会长孙清柔的后人。肯定是这样。不过既然后人到了，那他们本人也很快就会来吧。今天这阵容真是强大，这回你们2个绝对死定了。不对劲儿啊！刚才如果我听的没错的话，他们2个好像是骂李家族来着。老奴赵天权见过尊上。奴婢孙清柔见过尊上。先起来吧。是。今日李家就此除名，本尊将会重新选定第4大超然世家。